嗱，第一民主島聯力量過去成立咗呢一年時間咧，我哋都不斷用各種嘅方法啦，包括今年1月1號，民主島聯力量係發起呢個中環嘅民主自由行。基於我哋嘅自由行呢一個嘅運動咧，當時啲警察咧就封路周圍呢一個嘅拘捕我哋，咁而啟發到呢個戴耀廷博士諗起呢個嘅佔中嘅行動。我哋嘅行動係延續我哋自己嘅策略同理想。基本上我哋覺得你一日繼續用呢啲所謂即係談判嘅形式，永遠爭取唔到民主嘅。所以你一定要用抗爭嘅形式，要用公民抗命嘅形式。所以我哋嘅策略，我哋所倡議嘅行動咧，係早於呢個嘅戴耀廷所倡議嘅佔領中環。所以我哋今日呢一個嘅絕食嘅行動，係呢個嘅參考甘地呢一個絕食嘅抗爭，因為當年甘地冇大炮冇呢個軍隊，係用絕食呢個凝聚呢個嘅人民嘅力量，用呢個嘅絕食係啟發呢個市民嘅思想，而令到呢個大英帝國呢個嘅軍事嘅強國咧，最後都要俾呢個嘅民主呢個印度嘅人。咁所以我哋希望透過今日呢個行動，係能夠更加多人能夠嚟凝聚佢哋嘅力量，有機會嘅多啲人嚟中環。群眾運動唔係你指派嘅，群眾運動亦都唔係你計劃邊年邊月邊一日至能夠成功嘅。孫中山10次起義，最後辛亥革命都係一次偶然嘅，即係呢個武昌起義都係一個偶然嘅情況之下爆發嘅啫。咁所以我哋呼籲大家利用每一個時刻，利用每一個機會，都去爭取香港嘅雙普選，爭取香港嘅民主咯。今次係絕食行動計劃係會幾多？我哋而家最少有6組人接力啦，咁所以最少就12人。咁但係如果有更加多嘅團體人士接力嘅話咧，其實可以無限期繼續嘅。每一組係50個鐘，等同25年前馮智慧牧師同楊義龍博士開始嘅時候咧，佢哋都唔計劃係有接力嘅。咁但係最後接力咗16棒。咁我哋希望我哋可以打破16棒呢個紀錄咯。咁但係得唔得要靠香港人能夠站出嚟，透過呢個絕食能夠啟發呢個市民。因為每一個人參與呢個絕食咧，佢隔離嘅親戚朋友同事就會關注，就會感覺到可能會受到感染。所以唔好睇低一個人嘅絕食嘅行動咯。甘地一個人嘅絕食能夠令到全個印度團結起嚟。咁所以我哋呢個只係一個嘅起步，一個個開始。我哋用好謙卑嘅心咧嚟呼籲香港市民能夠參與呢個行動，係能夠早日爭取到香港嘅雙普選。點睇43萬嘅數字？今日43萬，我尊重大會嘅宣佈啦。咁但係肯定唔止警方所講嘅3萬幾。咁今日嘅人數可能因為天雨嘅問題咧，係受到一定嘅影響。唔該。